大家好啊，歡迎翻到嚟雜學社。嗱，呢一 part 係 Side A，即係講理論嘅。上一集呢，我哋發現咗一個好殘酷嘅事實，原來我哋個腦啊，連安靜10秒鐘都做唔到啊！當啲 noise 塞滿住我哋嘅大腦嘅咧，我哋有啲好重要嘅能力，不知不覺間就冇咗啦。嗰樣嘢叫做直覺，亦即係第六感。好多神秘學說咧，將直覺咧就包裝成一種超能力啊！但現代嘅認知心理學就認為啦，直覺其實只不過係你大腦喺潛意識層面對周圍嘅微細資訊進行咗一個極速運算嘅結果。例如咧，入到間房咧，覺得哇，呢氣氛有啲唔對路喎。又或者你望住一個人啊，直覺話俾你知，喂，佢有啲問題，講大話。呢啲唔係啲咩魔法，而你嘅神經系統喺1秒鐘之內讀取咗幾萬個微表情、空氣呢啲溫度、聲音嘅頻率，然後轉化為一種叫直覺嘅身體感覺。人類進化咗幾十萬年啊，我哋大腦啊原本呢係一部捕捉微細信號嘅頂級雷達，但點解現代人越嚟越覺得自己變得好麻木啊？甚至對自己嘅人生失去咗一啲感知嘅能力，因為我哋嘅認知完全 cache 就已經被一種人為嘅機制強行塞爆咗。有一個故事叫狼來了，你一定聽過啦。牧童上山嗌狼來了，山下嘅村民聽到好緊張，立晒架撐衝上山，結果乜都冇啊！牧童次次都係咁虛假咁警告啲村民。狼有一日真係出現咗啦，佢咬死晒嗰啲羊群啊！牧童就算你點叫點求救啊，啲村民都唔理你啦，因為你成日都咁講，麻木咗啊啲村民。細個嗰陣咧，大人就話呢一個係教人唔好講大話嘅教育故事啦。但如果今日我哋換另一個角度睇，嗰個不斷喺度大叫嘅牧童，其實就係你而家每日控制緊你嘅演算法同埋一啲手機通知。嗰班疲於奔命嘅村民就係你嘅中樞神經系統。我哋每日收到無數個嘅狼來了信號，突發新聞，哇，震驚咗11億人啊！限時優惠，人得咗你張相。哇！呢個系統啊，長期好強烈嘅刺激，有恐懼、焦慮，哇！真係同埋好多廉價嘅即時快感去轟炸你嘅大腦。你嘅神經系統每日俾呢啲虛假嘅緊急狀態反覆咁樣去通知你，令到你不斷咁樣分泌腎上腺素，到最後村民都攰啦。你嘅大腦正式進入咗資訊疲勞嘅防禦狀態。當真正嘅重要信號出現，例如你嘅身體出現咗某啲警號啊，你嘅情緒去到臨界點啊，又或者你身邊嘅人向你發出一啲求救嘅信號，你已經唔識分真定假啦。你變得麻木遲鈍，對一切你都提唔起勁啊！直覺其實冇消失到，只係負責接收直覺嘅村民已經徹底地攰晒啦。而家我哋做一個好短嘅測試啊！我想你將你嘅視線離開你個 mon， 望住你前面嘅一埲牆，或者係一件死物都好啊！我哋咩都唔需要做，10秒，我哋靜靜咁喺度等10秒鐘。呢10秒，你係咪覺得好漫長啊？你有冇一種衝動，想即刻攞起部手機，想喐下佢，甚至覺得世界太靜啦，有一種好不知名嘅焦慮。原來我哋個腦啊，已經適應咗被強烈刺激啊，平靜反而變成一種好難受嘅狀態。如果連10秒鐘空白你都承受唔到，我哋又點可以聽到大腦深處微弱嘅直覺呢？古老文明就將大腦中央嘅松果體
叫做第三隻眼，或者係靈魂之座。呢個講法呢，其實隱藏住一個好深嘅生理學隱喻，因為松果體喺大腦入面唯一對光係極度敏感嘅器官。當我哋對眼每日俾一啲手機嘅藍光啊，同埋一啲演算法去不斷去刺激你，松果體就會開始進入咗一個休眠狀態，直覺亦都跟住消失。要真正開發松果體嘅直覺，我哋唔需要啲咩魔法，我哋只要俾佢一樣嘢，現代人最缺乏嘅嘢，絕對嘅黑暗。嗱，下半部 Side B 呢，我哋就會進入呢個實習嘅課堂裏面，親自去喚醒一座沉睡嘅器官。